茶暗者好好做切头，打造偏公时，切乱草草，加介吞书一开头，拢等因口快啊。内地的切等因头体呛呛，爱较紧口快，出来毋是素的开头，也是原本简单。好生计划判断浅，爱难事十正开，刷手出得出铺内地，何得无得贵体质，càng是爱的开头魔术，切让无双眼，也是时间无负，长无变错，日事物天出李新鲜，气快快讲，真高无爱双人血。也就发出口快，出世来得种下，台湾拢毋是蔬果，嘛毋是得切头果。阿爸总是因为母下无捌解创造的物件，搁再讲从头就亲，假表就亲，若是讲切出来，嘛当鬼无血。虽然讲。奉君主，毋奉小民，甲雕剔头、剔寸、剔门、剔锁，电刀煞甲一甲锁起来，检查发现意外是无命啊！请问，切用字不对，早早的开头让无双眼。请问，小偷为什么对作者的抽屉看不上眼呢？贴花会因养了题目的文字字后，会因袂用套的是3号，开头无锁。早早认为一下的人，甲一甲锁起来的理由是乜解？作者认为，现在的人把自己锁起来的理由是什么？答案袂是死，求一界心安。早早的阿爸大种下，养子无毋惊因偷咧。作者的父亲住在乡下，为什么会不怕人偷呢？答案会因袂偷日，隔壁母病帮厝，打头下的题目内底，规下拢就出现。大家就听起来么？跟大家介绍完听力测验的单句理解、对话理解、篇章理解后，大家对听力测验就有了一个完整的概念了。有没有发现，这3种题型要拿到高分的方法，其实是相当接近的，就是要先理解每个选项的意思。再来要用心来听题目，最后就可以从题目和文章的线索里面选出正确的答案。